寫程式唔係得一種方法，唔同嘅思考方式會寫出完全唔同嘅代碼嘅。程式設計範式其實就係我哋組織同思考程式嘅一套獨特方式。首先係程序式編程，佢將程式當做一連串嘅指令，跟住順序一步步執行。我哋會用函式嚟組織代碼，最經典嘅例子就係大家聽過嘅 C 語言啦。跟住係物件導向編程，簡稱 OOP， 佢將數據同操作方法包裝成物件。OOP 有4大核心，第一係類別，就好似起樓嘅藍圖咁，用嚟創造物件。第二係封裝，將內部複雜嘅細節收埋，只係提供簡單嘅界面俾人用。第三係繼承，子類別可以自動擁有父類別嘅特性，慳翻好多寫代碼嘅時間。第四係多態性，同一個指令落喺唔同物件身上會有唔同嘅反應嘅。好多熱門嘅程式語言，例如 Java 同埋 Python，都非常之支援 OOP 嘅。最後係函數式編程，佢將計算當做數學函式，盡量避免改變狀態同埋數據。每種範式都有自己嘅強項。而家啲現代語言通常都支援多種範式，任你配搭。